个疫情较平稳咯，指挥中心来启动防疫新生活的运动。但是对这个88岁郑阿嬷来讲，要出门行动也是一件困难的代志，因为伊还有一个68岁身心障碍的后生需要来看顾。丰岛老人基金会特别找魔术师甲这个阿嬷来耍魔术，甲桌顶的游戏，要互阿嬷多多来活动。同时嘛，要呼吁咱的长辈时代爱开始来行出门咯，来过防疫新生活，安尼人较袂期待。这摆你家己来哦。你我阿嬷哦。第一次体验变魔术，88岁郑阿嬷感觉真好耍，笑眯眯。因为毋那是疫情影响心情，嘛因为照顾68岁身心障碍后生，无啥出门。我细汉饲了无好，无带某，我着爱人照顾。拢惊讲，毋拄啊，去讲隔离，伊无人通照顾，都拢毋敢出去啦。这种心情，捌被隔离的魔术师陈志生上会当体会。就像我之前在船上一样，那我比较幸运是有网友的帮忙。那长辈有时候比较孤单，所以我们可以释出我们的一点善意去关心他们。体验过31天屈伫内面的痛苦，陈志生要帮助长辈。阿嬷，你稍微，哎呦，我知拢看咧。疫情渐渐平和，阿嬷嘛配合防疫新生活，出门行行的耍游戏是一大放松。基金会嘛提醒老大人，会使走出家门去运动、散步。厝内人嘛得爱主动陪伴问好，增加互动，才会当防止身心退化。